度做乜嘢啊？唔知啊，唔知？我頭先講得好清楚噶啦，全部散開，散開啊！哎呀！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好叻啊！點解你咁好嘢嘅？唔好咁埋啊喂！要喂喂！哎呀！死咗噶啦！係啦，死咗啦，死咗啦！Sir， Sir， 報告，任務經已順利完成。周星星，你班手下咧 ？All dead。我哋要嘅係指揮官，係 teamwork， 唔係獨行獨斷，唔係 Rambo。報告，人質已經順利獲救。拯救行動只係呢次考試嘅其中一個項目，最重要嘅係你部下嘅安全同埋你嘅領導能力。但係我一啲都睇唔到。Sir， 俾次機會啊！你做咩啊？你做咩啊？唔好啊 ，Sir， 我請求你再考慮多陣，好吧？喂，邊位？係 ，Yes sir， 老頂想見你。Yes sir。Morning sir， 周星星報道。真係抵死，仲咁青靚白淨啊！轉個圈俾阿 Sir 睇下，唔使怕醜噶，嚟啊！啊！情不自禁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！想唔想紮啊？我唔想做鴨 ，Sir。我問你想唔想紮啊？我係唔會做鴨嘅 ，Sir。你九唔搭八。我問你想唔想升級啊？想，但係我係唔會出賣自己嘅貞操嘅 ，Sir。邊個要你嘅貞操啫？我要你嘅青春啊！青春對於我嚟講同貞操一樣咁重要，Sir。得啦得啦，我知道噶，你聽我講埋先啦。件事係咁嘅，前嗰排有班學生嚟警署參觀，
參觀完之後就發覺唔見咗支槍，失槍嘅事件經常都有發生啊，Sir。但係嗰支係我嘅槍，我真係戥你心碎。你知就好啦。嗰支槍跟咗我30幾年，一槍都未開過，只係有時我嚟拗痕嘅啫。唉，講起上嚟都有啲痕，嚟，同我拗下佢。背脊係嘛？係，佢係一支善良嘅槍。槍都有善良？我支槍本性係善良噶嘛，最怕就係落喺啲壞學生嘅手上，嗰陣時就會濫殺無辜、塗炭生靈啦。放心啦，Sir，我實行抄起成間學校，直接幫你揾翻支失槍為止。唉，抄得起仲使揾你咩？我就嚟退休噶啦嘛，而家至唔見咗支槍喎，俾人知道啊，我仲使見人嘅？唉，所以而家我想揾你咧，混入嗰間學校度。Sir，教書我冇乜信心。冇人叫你扮教師，扮學生啫。扮學生？我當年就係因為最憎讀書，所以先加入警隊嘅啫。我唔可以扮學生啊！Sir，你咁做就即係等於帶我上去一個充滿毒蛇猛獸嘅火山口上面，唔理我個哭叫，唔理我個哀號，狠狠地、毫無憐憫地將我用腳一伸落去火紅嘅岩漿裏頭。你咁做又於心何忍呢？咁咪好咯，等你活得豐富，死得精彩。你唔使講噶啦，吟詩吟唔甩噶啦。嗱，呢度有個 call 機標，你帶住佢，見到666，即係我 call 你。仲有講一次 Good morning Sir 俾我聽啊。咁就啱啦。記住唔好俾人知啊，咪一鑊熟噶。